个同意家钟立夫20年前决定唔做生意嘅，回故乡台中新沙去油厂做罕见嘅陶器创作，如果睇同意作品上雕刻，呈现出立体嘅美感。那我钟立夫未挑战西南手嘅铜缝作品，用铜来做发射机，嗰利用高温刻样嘅方式来手油，做出铜缝陶器。佢新嘅咧钟立夫开油厂，如系爱重新突破，故所以专门做一般油厂模嘅创作。罗粉丝罗英站带大家去认识一个归乡炒油嘅艺术家。是一个碗，老师今天我们吃饭就有什么？或者呢，我们矮一点点，我们就整个把它往下面压下去呢，来变成一个盘子。但是我们不要做这么宽哦，我们适合手指头在旁边，轻轻的把它往内推回去。后生上班族暑假后日，到台中新社一间生发陶艺馆体验，可能是因为当时接触，看到当艺文，知道一针到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就是拿线呢，量到我们胳膊压紧，由外面向内拉进来，倾斜45度角，我们就把作品从上面拿起就完成。好，那过2天我们才有做削这个底的动作。先生也示范100咧，轮到自家亲手来做，有人做了还有3分钟，有个人做了当勉强。他就变成3次，3次很少的。哎，我们时间稍微改一下哦，要换第2批了。好。不过无论运输到了欢喜就好，到底生发图就会以娱乐为主。图案太嘅空间地板，除了反小箱，还有别行嘅作品电视。其中一种主观式嘅陶瓷，先让人注意。听讲你喺陶艺创作当中，开始有看到嘅按做铜缝。铜红就是我们的发射剂，就是铜。好，那也不要说你们没看过了，其实铜红的东西在陶艺里面，因为真正的好东西留在市场上比较少，因为早期本来就是铜红的创作难度很高啊，所以说他们所产生的作品比较少。铜缝会本然公认系制作难度当高嘅技术。因为要用高温刻样嘅方式烧油来做，所以铜业界通常当小人免于其次。烧窑吧，其实铜一个发射剂很简单啊，就是铜加几趴，还是跟上釉都一样，但是烧窑过程，烧的方式不一样。不过，陶匠呢附嘅工作室地板，铜缝作品实系蛮内弄实地看到。同时，世界变化丰富。何谓创作？就是很难的东西，没有人有，我们能够去克服它，而呈现出这个东西，那才叫创作，那才值得挑战，也是我们的成就嘛。好像现在我们其实陶艺哦，你真的要说它的范围很广。外六十届张立夫，后生时做生意。他事业做千好家下，决心帮拍先车转到台中新社落户，展开人生嘅下一阶段。这个人生哦，每个人自己应该去规划了。本来我就想，至于以前开公司，本来我就想要找，不像我爸爸以前他们做到什么，没有办法做才退休。那我不行，我说40岁我一定要退休。那退休，其实退休不是不做，而是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近年系当要改善，就连窑厂嘅建筑也当要张立夫自家嘅风格。既然要做自家家己做嘅事，20年前香就系一间陶艺工作室。我国画起家哈，那也因为哈，我们画画的人他要追求很多的素材嘛，那么我们才去接触到刻画。
而是把我们画画的题材转入为陶艺胚胎上面创作，就是因为科而对这一方面陶艺才真正产生兴趣。陶艺表面雕刻，无论係線條，也係細面節，攏是咧等等超多隻嘅想法創作，感覺就像用陶藝做紙，雕刻到作筆，進行彩繪胸款。陶科早期是比较少。早期我们看见很多作品，它是还胚体湿的时候是有一种刀具去刮出来的效果，但是我们现在不是，而是等到胚体稍许阴干之後再刻。慢工出招版係無法度來形容陶刻創作，完全到立體嘅平面上，個創造立體嘅美感，就係用到嘅精髓。學的過程可能是有一些基本的刀法，但是最後呢是求效果，而不是刀法。刀法是在過程的一種，那最後呢是它呈現那種立體那種效果。不能講就說你一大片都是留白，那就沒有什麼立體了。所以它要很多很細的線條不被崩掉，那又能夠用在細線條，又另外產生的效果，最後那種美感才會產生。看下啦，聊到陶刻作品，陶器上有點正嘅線條，陶銅刻完美配合，各式嘅主題也相對分明。因為畫呢，它本身就是比較平面而已，那麼刻它就變化很多，有時候有的裡面處理之後呢，它一層一層，它有立體效果，呈現出來是不一樣哦。所以有時候我們經常要去辦展覽，他們所呈現出來的東西呢，就是變化很大，他們就看出很多的美感，是因此我們在去展覽還算蠻吃香的。經營20年嘅悠長，呢下已經漸漸交本天二台，要獲5個人綜合投入陶藝創作，同時各有各嘅事。平常上游同小游就由太學來負責，陶刻嘅部分就由本陽同細學來做。像外聘的人員，他就是有時候他不可能那麼投入啦。啊，比如說有時候你真的這一方面專業的訓練他一手的好功夫，結果呢，他不做了不做了你怎麼辦？因為你本來是一個團隊，是大家共同體，那忽然間缺了一角，你就會覺得很麻煩。現在就不會了。同陶藝轉做加速事業來經營，有企業化時間管理，佫係要像銅縫同陶刻那種較少看到嘅創作，將呢副將故鄉錯遊。本當地多了一份藝術氣息，也加入全新嘅精神，豐富人生故事。